上課的時候，老師把兩個羊圖擺在講桌上，要同學們畫。我的座位在前排靠邊的地方，講桌上那兩個羊圖的一端正對着我。我看到的羊圖根本不像平時看到的那樣，而像是五個角的什麼東西。我認認真真地看，老老實實地畫，自己覺得畫得很準確。當我把這幅畫交出去的時候，有幾個同學看見了，卻哈哈大笑起來。羊圖是這個樣子的嗎？倒不如說是五角星吧。老師看了看這幅畫，走到我的座位坐下來，審視一下講桌上的羊圖，然後回到講台，舉起我的畫問大家：這幅畫畫得像不像？不像。它像什麼？像五角星。老師的神情變得嚴肅了，他又問：畫羊圖畫成了五角星，好笑嗎？好笑！有幾個同學搶着答道，同時發出嘻嘻的笑聲。於是老師請這幾個同學輪流坐到我的座位上。他對第一個坐下的同學說：現在你看看那羊圖，像你平時看到的羊圖嗎？不像。那麼像什麼呢？像五角星。好，下一個同學。老師讓這幾個同學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然後和顏悅色地說：提起羊圖，大家都很熟悉，但是看的角度不同，羊圖的樣子也就不一樣。有時候看起來真像個五角星，因此當我們看見別人把羊圖畫成五角星的時候，不要忙着發笑，而要想想人家是從什麼角度看的，才能知道真實的情況。後來我才明白，老師給我們講的不只是畫羊圖，而是一生受用的道理啊！